馬太福音說什麼？第27章，耶穌釘十字架。比拉多問：我該怎麼辦這自稱基督的耶穌？眾人喊：釘十字架！比拉多洗手說：這人的血歸你們。士兵鞭打耶穌，編荊棘冠戴在他頭上，讓他披上紅袍，嘲笑說：猶太人的王萬歲！他們帶耶穌去各各他，路上耶穌跌倒，西門被強迫幫他背十字架。他們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，從午正到申初，遍地黑暗。耶穌大聲喊：以利，以利，拉馬撒巴各大尼，又喊成了，之後就斷了氣。忽然殿裏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，地也震動。約瑟把耶穌安放在自己的新墳墓裏，用大石頭封了門口。